由美國超新星娛樂公司主辦、TVB USA 協辦嘅超新星全美華人新秀歌唱大賽，日前喺皇后劇院宣布參賽詳情。各主要嘅贊助商均有派代表出席。大會總監阮建華表示，有意一展歌唱才華嘅青年男女，可藉此機會開創演藝事業。我哋今年嘅大會要求嘅參賽年齡就係16至到27歲，咁就男女都好。總之係佢對唱歌有興趣嘅，就係住喺美國，當然係可以旅遊翻去香港，係冇任何身份問題嘅。因為佢要喺9月份咧，佢趕翻香港參加香港嘅全球新秀歌唱大賽。今次比賽合作伙伴係香港唱片經理人公司 Music Next。我哋有 Kelly Jackie 喺初賽做評審同表演嘉賓啦，決賽我哋會有Cookies 以前 Cookies 成員其中之一嘅歐文詩 Angela 會做表演嘉賓同埋評審咁樣嘅，咁同埋我哋會將幾位較有潛質嘅歌手即係參賽者出一個合輯咁樣。此外，大會更發布今次比賽主題曲《夢想睇航》，由 Music Next 旗下創作歌手陳曉琪主唱。超新星全美華人新秀歌唱大賽現已接受報名，冠軍可代表紐約去參加由香港 TVB 主辦嘅 TVB 全球華人新秀歌唱大賽。詳情及報名請上網 www.supernovasinging.com 或致電212-219-7688查詢。